大家好，我是陈明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。咻！咱今日啊来到一个足恬静的所在，是咱南投的民间。我伫遮有熟悉一个足古锥的弟弟哦，因厝里呢是伫咧种火龙果的。咱今日足特别的，就是咱的修行，唔是伫咧透早，是伫咧暗时啊哦。今日咱做伙来去看卖啊，因咧无用什么货。是安怎你的手有挂手录啊？因为这是我的装备。啊，我无哦。有啊，你是安怎爱挂装备？安尼才袂去互擦到啊。吼，这个你的，这个我的。嘿哇，足来的呢。嘿啊，安尼咱今日位队开始。呀，这粒，互你试看卖。好，我帮你敷咧。你食。嘿，加落，袂使加落包。啊。喷青汁是正常的，莫喷红汁哦。袂使不合只喷个。安食就表示已经加着吧？哦，是加老火，我当作是加着吧？就是安尼。等下，现在感觉怪怪。无，因为伊洗掉，伊洗掉坏的我。陈明小老师不及格哦。有我有及格。遐，顶下骹，加落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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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成功啊！哦，中胜啊，中胜啊。做歹教的。哦哟哟，好啊，咱敢有加着吧？无，无，应该无吧。我嘛唔知，我头都黑白度。无。啊，敢有敢有。无，伊有甲我救对啊。咱今晚来比赛。比赛啥？我无要比紧，就是比看送会当找着上大粒的火龙果。上大遐。对啊，大粒的。咱差不多2分钟啊，看送找着上大粒的。真的。好。哎啊，找着会当加落来无？敢要加落来？敢若有这条尔。敢若这撮会当找？这撮哦。啊，会找着敢若直加落来？会使。会使直接加落来，好哦。这粒会使哦，这粒介大粒。爸爸讲有啥物撇步，就是讲有啥物洗咧较悬的、较细粒的，啊较下骹较大粒。无，并无。哦。爱看基调较粗，就有机会较大粒。哦，学着啊，就是爱找迄个基调较粗的。嘿。爸爸。我会当看你进版就来的无？那你拣啊。我为遮看。遮济互你拣啊。这粒做大粒。这粒。哎，这粒无？好。你若讲要甲你的头变大粒。陈明，我差不多找着啊。你后边较大粒吧。你找着啊呗？当然嘛也袂。当然嘛也袂。哎，我搁等你30秒。30秒？对。无够啦。1分钟就好，1分钟。1分钟。我感觉我爸爸头拄摕互我迄粒已经是上大粒的啊，因为我前个看过那粒拢比这较细粒。诶，这粒无？诶，你这粒看起来嘛做大粒的呢。诶，好未？要比啊无？叫爸爸要甲咱拼，叫爸爸甲咱拼。我做裁判呀。对啊。那你一定我赢。啊，恁透起来放遮。我输啊。是吗？嘿啊，我输啊。真正天外情感。咱啊走去做秀啊。做秀。敢有？照常。敢若无。真的吗？是我家己输咪咪啊？有可能哦。这个差不多700公。安尼一粒咧？哦，这粒吼，这粒甲这粒加起来就超过啊。你会当摕2粒？哇，你输去啊！我看看没。这是我阿嬷，
伊即啊，阿嬷你咧创啥？炒米粉，妈炒你总爱食。当然嘛爱食。阿嬷认一个面足好看的。阿妈煎老古水哦，无，较无安怎好看。就是古水尔无老，无老，阿妈老啊，无老。水。水。这米粉看起来足好食的呢，阿嬷你足厉害的。你咋食较济？你真乖俩，吼。当然啦。对咯，倒来阿妈吼，嘿啊，我乖呢。阿嬷你爱笑啊。安尼啊，笑。乖孙。吃饭啦！孩子们、大人们，大家都吃饭了。啊，足重的，做当的，好好来。我说这堂课。韩公公，陈明，你要先为着一项开始食，我知。先食米粉，先食米粉。嘿，好啊阿嬷的手路菜，我跟你讲。这是阿嬷的手路菜哦。嘿，上好食的。孙啊，搁济。哦，阿公，你敢会叫甲面粉唔对去？袂啊。阿公记忆就好。阿公记忆就好诶，因为咧阮爸敢若生两个尔，名都拢叫唔对。连阮做唔对啥物代志，拢嘛记忆啊清清楚楚。啊，伊讲做唔对代志。就是你表示你就是有做唔对代志。无。阿嬷今日你个炒米粉做好食诶。真的吗？做香诶。我无食过这个味诶炒米粉。所以平时要吃或者是迄个囝孙仔食，就是咱用迄大鼎、大卡鼎炒。过年的时候拢有迄啊，快粿啊。做古早味诶。所以顶顶是大家人拢会为市区倒来食，就会食饭安尼。伊会包寿司啥？啊。老师傅的味。包寿司。这边是强调老师傅，好不好？老师傅。那阿嬷嘛是老师傅啊。无阿嬷较少人。阿嬷较少年啊。哦，足够讲话。嘴巴较甜呀，嘴较甜啊。嘿。不是啊。你来吃阿妈家。看拢咧耍啊，无爱等我。我在耍啊吼。嘿啊，这啊两边这边你就我啦。甲蚵仔拍。行你啊哦，这无有一老主要，唔通。甲蚵仔拍。你要甲蚵仔拍？嘿啊。你等阿公甲你拍。等下我就甲你捞。啊，你有法度甲你啊无？我知。你有法度你啊无？你掠一只看卖啊！是音叫有够大声的。嘿。这是阮阿公，伊要甲鸡仔饲。因食甲足欢喜的。哦，今嘛食足欢喜，你嘛食甲足欢喜的吼。嘿啊。你逐工拢会来饲鸡仔甲蚵仔哦？哎呦，我要唔着你啊，饲只太太哪有你食？当然就输嘛。嘿啊，啊你嘛有食？完了，当然啦，我饲到死歹食，啊，甲恁的姊妹啊。你有饲几只鸡？哦，鸡20几只，蚵仔咧3只。蚵仔3只。我要等，真正要等。袂使，这只头带着，互咱算啊巧伊啊。所以你若看这有一支一支，这就知影有山药伫内底啊。系啊。我这有。哦。这条就较来。这条伊长，伊生了真水啊，所以真大颗，比陈面的卡水较粗。真是嘞，你掀起来看卖啊。所以你平时阿公因咧用这时，你就拢徛在边仔看。嘿啊。徛伫边仔安尼你做辛苦的呢？嘿啊，我最辛苦的。阿公因看起来做轻松的，你做辛苦的呢？嘿啊。等下工课拢伊的啊，等下熬好的山药啊，放去车顶拢伊咧磨。敢会重？做重啊？哦，你去做重的。
嘿，甲骹腿平重。介绍袂迄条我无？爱，迄条我爱。迄条我要摕，我要摕细条的，大条的，互你摕。你两个去猜拳啦。剪刀搞到石头纸。再这个是耶，咱也无讲输的赢啊。耶，再搁细条。安尼你嘛欢喜，超级长的，伊叫要比我较落呢，伊叫搞我的头壳，四小哇，才四小，差一丝丝啦。是哎，你要甲伊悲观啊？我比伊悬。啊，你两个平悬啊！原来是恁两个平你的这个悬。是我两个同款。安尼，啊，恁若咧甲迄顶用掉的时阵，伊才会成名，才会斗相共。我会斗烧，烧嘿，烧什么货？烧火啊，伊咧生火，嘿，哦，你是咧生火，你讲你是咧斗烧，就是甲顶悬迄顶家烧掉就对啊。顶拍打的了，哦，伊会甲阿公来烧。我是导火员，你啊，嘿你，是爸爸的导火员吧？不是导火，大刚啊，爸爸伊是逐工甲我起火，起我的嘿，寒火，嘿，互我起圣地。嘿，啊，拄仔鸡啊，阿公嘛要饲互你食的，啊，这山药嘛要种互你食的，啊，迄个火龙果嘛是你跟我哦，们食的。就是啊，这卡子这个啥，不不要。你敢会晓写？会啊，你会晓写？啊，等下后一了，互你表现哦。啊，毋过我拢笑给他食。小鸡你会晓写互家己食，你想要写互家己？安尼啊，规粒无？哎呀，食看有好食无？喙较大个，咬较大个。我 NG，我最后一喙要食了啊！你早就食了啊？你不讲我大嘴巴。你伊较大的。有啊，你看伊的顶管即摆。哦，你家有啊？食到规双手。所以你的面较清气，我的面较清气，你的手较清气。嘿，爱是甲树林全部拢用起来，你用来食，过来咧，啊，这用了要放倒，这用了凊彩放。放食。这个青色爱位顶悬，好无若是第二弹，会安怎会地着，会受伤。哦，所以这个青色爱向顶悬安尼。嘿，啊，这网啊爱挤，所以咱遮全部拢会甲分好了。嘿，哇，遮济，安安尼算少啊，尼已经算少啊。啊，无平时你一个人你会用几人？规车规车。加8到顶用的。乖啊，真重，通袂啊，伊就斗光哦。哎呦，我先放哦，好，袂使甲磅仔用着，袂使这一回。袂使甲骹袂使去用着磅仔。哎，安尼，真就是直接客起来，啊，嘿靠咪咪安尼就会使嘿。哦，我试看卖啊咧。 11字是7、8、9、10、11、喏，迄12， 11，嘿，这安尼啊， 12，就直接靠咪咪就会使。嘿，哦，嘿，我想着，咱来就是咱用看的，啊，伊就讲你看的这粒是第几级的？好啊，好，你较有经验，你先，我先哦，对啊。这粒这粒，用看的哦。这粒哦，这粒应该是9级。 9级，好，你摕看卖啊。哎，好啊，你拣互我。较简单的啦，较简单的，这粒，敢有真简单？我看卖啊。有啊应该介大粒呢，应该是8级。你摕看卖。真的呢，你原本的答案是啥物货？你是原本是毋是感觉毋是8级？有，我原本也是想8级。哦。你刚这样子动，你这样子，然后再拿起来也不行，这样会压下去。什么意思？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压下去，然后再拿起来。 8级。就是8级，你莫搁甲我迟疑啊！8级就是8级。搁一道哦，我搁甲你讲。这粒，这粒这粒。 9级。我感觉毋是。哎，哈记起来，我比你专业。这粒，这粒嘿， 9级。
哎，爸爸，我会当来这拍工啊！我做准的，你出衫啊我甲四台共款准。遐火龙quyền，互你顾啊。好，哎，你要安怎？你以后要安怎？你要靠什么回摊价？陈明负责甲你算钱啊。哦，你做我的下骹手人啊！你搁好咧。哦，安尼你这个大家的介绍就是拢无相像的对啊。主要嘛是爱看伊的水，伊的敢有水啦？它的果皮啊，啊，佮伊的重量，啊，佮伊的若是亲像安尼，伊的外观嘛。亲像安尼，因为这顶悬有克胸。一点一点安尼。哦安尼所以恁这就是粗粗啊，先分一道，落尾会搁建过。水的装一个，啊无水的装一个。啊，这是先分重量安尼。嘿。就。这是我阿爸，伊即马咧装花莲果。阿爸，花莲果一箱爱几公斤一箱6公斤呢， ？6公斤是几大斤拄啊好10大斤。 ？10大斤。啊，你偌重哦，我拄好3箱较加一半。 ？3箱，安尼是安尼偌重偌重？3箱啊，一箱6公斤啊，你毋知偌重？ ？18公斤，较加一半。哪有可能？明明就70几公斤。你拢甲我秘密说出来。啊，花莲果什么时阵上好食？爱安怎做才会好食？我用这个一个扁起来，扁起来，扁互伊这烂啊，搭搭呢。搭搭，爱安怎搭搭？亲像即马安尼搭搭吗毋？是，即摆看是青青水水青青水水红红的。爱互伊搭搭呢？看起来有像有水分有无吼？像啊，互伊打去无水分安尼，迄食上好食。安尼食上好食。嘿，安尼食起来火龙果足甜的。啊，毋过你做这，你做到年岁大的时阵，你就袂使做，你会安怎？你来倒做啊？袂，无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年岁大，我嘛年岁大。一天的第一课。迄一天的台语课，安尼陈明，你头一个要甲咱教的词是啥物我货？要教的就是花包，花包是啥物货？这是细粒的花包，细粒花包就是细粒的花莲果，啊，毋过袂使食嘛，袂使卖。这是细粒的，这是大粒的。好，所以咱搁做伙讲一道花包。好，安尼第二个咱后壁这一条一条的是啥物货？这是枝条，枝条是花莲果的什么所在？就是互花莲果养分的一个管道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枝条。安尼陈明，咱即摆尻川这只伊叫做啥物货？这只叫做电动的马壳啊，啊，伊的作用是啥物货？就是讲迄挽花莲果啊，毋是有一浪一浪嘛，啊，放伫咧这顶悬，啊，甲塞互行。啊，有时阵若是讲塞袂行，受重的话，用电动的来塞。哦，所以伊叫做电动马壳啊。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电动马壳啊。安尼陈明刷落来，咱边仔这伊叫啥物货？叫做水饺啊。水饺啊，啊伊的作用是啥物货？啊水甲啊肥，啊肥的原因是因为讲，安尼阮会较轻松。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水饺啊。你讲你成绩5科拢出来啊？英文还没啊？原来差1年了对啊。对呀。你要食啥？你今日要食啥？蘑菇面和大冰奶，逐工拢食这个。因为没差好吃啊。是啊。哇，蘑菇面、大冰奶。我不错，你吃的。我要跟你教我咪。我去今天的。两行做回家，看你敢有落塞。你要食哦？一直甲我看。我知影我是领导啊，恁甲我看。你随便的。你想过以后要做啥？哇，在。
你无想啊？打球，还是你有梦想要成为什么吧？羽毛球的那个运动员啊，跟那个戴资颖一样。戴资颖，男子的羽球啊，啊，迄做辛苦的呢。啊，无你来照火龙果啊？无啊，迄个较辛苦。食无够，嘿，无拢互你，呀，伤险啊。对。爱甲遮的酱甲稳稳的。啊，我运动员做了，我要去做老师，体育课的老师。阿爸定定转来的时阵，手啊、骹，有时阵若是嘛有那脖子，拢会去互飞龙果用甲流血，也是挂着去受伤。啊，我就会感觉，我就足毋甘的，就会感觉足辛苦的，希望我以后莫安尼。安尼若伫咧你的目睭内，你感觉伊是安怎款的爸爸？真疼囝，啊，毋过佫很严格。是啊，嘿，安怎讲严格？我看袂出来啊。安怎讲严格哦？耍手机仔的时间有限，而且逐工拢爱复习功课。这做正常的啊，听起来袂做严格啊。虽然讲听起来是正常，啊，毋过伊管起来是真正做严格的。是啊，伊会做严厉的甲你骂安尼。嘿，而且佫有足侪限制。啊，你感觉这个限制是好安怎？是好的，因为讲，若是伊限制我食，安尼我就会知影讲，即件代志袂晓做，袂使做，我嘛会去提醒我家己讲，爱做好。哇，你嘛做够想的咧，无怪阿嬷拢一直讲你足乖的。当然，当然啦。就是我看到陈明伊其实有一寡伊父母爱做认真的所在，就是你会譬如讲，阮咧选果的时阵，伊就会甲我讲，哦，你这底啊，就是爱啃安怎啊，你的水果就是爱安怎，就是爱安怎摆哦，就是伊拢会有家己的原则就对啊。啊，就是爸爸其实甲阿公因拢足尊重陈明，互伊家己去做伊想要做的代志。这嘛是我感觉因厝内底一个，互我感觉做可贵的所在，就是你会当看到讲规家伙仔拢足支持即个囡仔，互伊家己自由去发展。所以嘛会当看到讲，其实陈明啊，伊就是拢有看到厝内底的人对伊的付出，佮有支持。真正足古锥的，就是规家伙仔拢互相体谅，互相替对方去设想。我感觉这是互我感觉足感动的所在安尼。行，拜拜。啊，你之前毋是要做网红？我即摆无啊，我无。无爱啊！我感觉网红无好。你感觉你袂红？嘿，林永清跳头尾无？无可能，才800外可能。所以你放弃我啊，我做网红啊。观众即个时阵的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相生的迄一天。